非常的深入啊！国家公园在我们合法申请案当中，我们新美村、富士村、秀林村、同德、包括和平这种都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领域划为国家公园，有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？今天我们站出来为这个活动抗议声援，这个主人是我们东部，我们所有的中段线的步道，所有路都是我们原住民的猎人走出来的，你们只是占了我们原住民多鲁国的资源在这里享用的。我希望，所有多鲁国在这里，我们要团结一致，把国家公园赶走，还我狩猎权，还我狩猎权，落实原计划，落实原计划，国家公园滚蛋，国家公园滚蛋，就是因为你们的不尊重，才让我们发出声音的。还我狩猎权。70岁了，为什么那么老，现在还要走路来这边？主要的目的就还给我们狩猎权，别跟那个萝卜是啥们啊？那么今天的我给的，被国家公园这样的国家公园的法来欺负我们秀林乡的原住民。60几年的时候，他成立国家公园呢，他骗我们当地的原住民。他说我们这边有工作机会，国家公园以后，我们原住民到现在有没有人这边上班？连一个都没有，有的就扫厕所都没有办法给我们去打猎。我们过去祖先，我们是大大方方的去打猎，现在呢偷偷摸摸的去，晚上3更半夜还被警察抓，因为我们是猎人。从小就跟老人家、祖先去打猎，我们是吃这个山产，没有生病，真正没有吃这个山产的骷髅，什么都有，很多病。你看那里山嘛，对吧？我闹了，不要回黑那边。然后我现在70岁，不要回黑那边了。我是当地人，我家住在大理。当初没有国家公园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多么的自由。而现在国家公园来了以后，当初的话很美，我们来了，你们会变得很好，经济会发展。但是呢，没有。而且现在我们山上什么都不能做，盖房子也不行，狩猎也不行，开树也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要是住在山上的人，我在什么样的世界啊？在行政里面，人权是最大，好不好？人民有土地使用自由权，自己的地方自己顾，狩猎是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做。只诉诸这几天而已，你们都不肯。今天要逼我们当地人做出这样的行动，一切都是行着压迫原住民。原住民现在连吃的想办法要吃饭，没地方吃，外面工作1万多块，怎么养孩子？当初我在80几年的时候，我也来报考巡山员，我做过9个月的巡山员。当时我们考的是什么？要背30公斤的沙子，从天祥活动中心到后兰亭。但是我是跑第1名的。这边的人都可以见证，我跑第1名。但是呢，当我出来做国家公园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他叫我们去猜原住民放的陷阱了，做了9个月哦。猜一次，我就晚上睡不觉一次。
事，睡不着，因为那是我们的文化。国家公园用这样的方式压迫我们德鲁古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给了跟你们说，大家平安。Kaya kasi naman kini istamnya kadaga pulkila polisin kadaga linglungan da kini beta saya wis da hatul khailu sa perton 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，这个国家设定国家公园法是不人道的法，应该是20几年前了。我们特别为了这个国家公园法到行政院来告诉这些院长，我们说国家公园管理法是没有人性。 这个法简直是不能实施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，国家公园或者是中华民国的政府怎么对待我们原住民，特别是这个土地的主人。现在有2种法，哪个要这样？一个就是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管理法，一个是经过立法院2005年通过的原住民基本法。这2个法冲突13条。 国家公园法第13条限制，让原住民族无法在传统领域上狩猎、采集。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捕猎的行为。第2款，狩猎动物或捕捉鱼类。我们的国家把人民不如动物。我们原住民在这里活了上千年，台湾没有动物的浩劫，没有生态的浩劫，反而是中华民国来到台湾才有环境的浩劫，对不对？对。 你说哪一个人道啊？你说哪一个比较文明？刚才他们说，我们今天要严重的控诉中华民国这个不人道的这个政府，戕害当地的原住民。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。 2007年通过，获得全世界143个国家通过。我就在现场推动原住民权利宣言第3条明定，让原住民在这个地方有自治权。其他的文化权里面特别提到，原住民有狩猎权。国际人权公约《养蜂法》明白的规定，政府要尊重在地住民的文化权、狩猎权。我们的台湾的总统也在这个人权公约上签署，做给世界看。但是对原住民是百般的侵害，所以我们这边有控诉政府，都是做给人家看的。 原住民基本法的第22条明定，政府在原住民地区划设国家公园，应该跟当地的原住民建立共管机制，落实共管机制，落实共管机制。但是现在行政院所颁布的执行的自然资源的管理要点里面，实际上那是空的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它的性质是属于临时的政务编组，所谓临时是他高兴随他心意召开，所谓政务编组是他们随他自己的任务来定。 原住民的任务是要守护这个土地，守护我们的狩猎权、文化权，守护原住民基本法的精神。我们主张要设一个常设组织。第2个，人员的组成都是行政单位指定，并不是我们公推出来的，所以它并没有实质的代表权。下一次的公管委会里面，我们泰鲁格族代表都会全部退出，重新推选人选，好不好？ 最后，这个会议的主持人都是管理处的处长，召集人也是管理处的处长，根本就不是共管，他们是老大，我们原住民呢是被他们管的，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，应该是由原住民的代表委员里面推选出来主持，担任主席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共管，落实共管机制，落实共管机制。 落实共管机制，落实共管机制，尊重传统文化，尊重传统文化。处长出面回应，处长出面回应，处长出